位电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阿權妹。大家好，我係 Rita 林玉婷。哇，當歡喜有啲節目當中撈大家見面哈。冇唔錯。最近無閒冇？呀，一部嘅開始無閒，不過我想 Rita 應該閒較無閒咯。因為唔講，我要做些個故事嘅係冇？唔但超按呢，因為呀哈呀漸漸慢慢地講下來，3集講到呀2集，其實大家漸漸的都會開始恢復也都有做些嘅軌道啊，還講步調啊。Rita 是不是也是這樣？最近開始是開動都會飛啊，然後開始規劃講，下半年一直到年底有哪啲表演啊，開始安排有哪啲衝刺啊，我講嘅練團啊等等，其實因為好事情啊，是講本大家再一次來恢復正常嘅生活，本大家可能有發力，哎喲，冇唔錯。古時候講到呀嘅先前嘅3個經驗嘅時節啦，其實就係因為有動到嘅產業受到影響，像就是演藝人員也是受到非常多的影響，因為你唔係民生用品，沒錯，是咧，所以你係表演嘅、欣賞嘅，我們不是給人吃的，所以你是潛時停下來。不過因為安樣大家緊在思考講，你做得做嘛嘅，做得來，可能支持你台灣嚟到嘅產業，係大家緊用心在做。冇唔錯，其實有一項產業，大家可能又會因為疫情有的會把它忽略掉，因為它也不是民生產業。唔講係動創業、動獎嘅、動向嘅，要會賞心悅目嘅，沒錯，跟我們一樣美麗的花。基本上咧，讓大家好好分享花兒安嘅產業啊，像 Rita 呢下小號呢，是有那一隻介紹哈，特別係讓大家分享，大家平常時去賣花，無論送人啊，像台灣嗰啲攀葉樂會一定會賣花兒，收到人送嘅花，冇是像畢業季咩會嘛哈。最近因為疫情嘅關係，受到動態影響，所以本大家來了解，其實你喜歡嘅，你看到安樣人這樣嘅花，係你台灣自家出產嘅哦，冇錯，南投啦、彰化啦、屏東啦、台中等等，青島嘅中南部所採有當到這樣花，像大文花，對大文花，大文花，佢係祝福人心想事成，咪有人講希望你健康，咪會送百合花，就叫動向。韓國呢，溫心蘭，蘭花，還有蘭花，台灣的蘭花很有名誒，沒錯，都有名，出口一定有名嘅，係，無論係呢個蝴蝶蘭啊，也個你給你介紹溫心蘭，佢代表係飛躍的情緒，心情動好，像佢啲黃色細細花，是不引起到明亮嘅感覺，像啲跳舞跳躍的感覺，過來咧係日頭花，向日葵，咧係無比的信念，我知道畢業嘅時節送啲花動到人畢業嘅時節送，唔過疫情又讀好，又讀到畢業季。哦，所以各位朋友，你還可以做得挺發，唔是你自己送，是送到你朋友嘅不可以。沒錯。還有一張係不變的愛，咧係洋桔梗。其實像這個花，桔梗係動接用到，動接看到，有咩動氣氛？唔過我不知道台灣有人種呢，我之前都不知道。因為我動作是注意到呢花，因為佢有白色的。有水楓色的，有一些紫色的，對，粉色系很療癒。什麼做動這樣？不過雖然佢冇香味，不過佢做得變下叫，所以我知道呢幾種花都做得推薦俾大家。冇錯，古時候同大家來分享一條花，就係愛同大家來分享一相關嘅產業，因為疫情嘅關係，受到影響嘅就係樣板來做改變吼。細細格格吼，就來連線一位花藝師哦，咩係客家鄉親來分享茉莉。哇！真係你看按浪漫嘅投入，然後係客家人佢啲嘅做花藝師，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難得。唔過佢同時。咪係亞一部嘅疫情的苦主。不過佢冇窮樣，佢哋呢一片嘅疫情當中嗬，佢行出自己一條新嘅路。細細路分享你嘅花藝師茉莉 ，Hello，茉莉你好。Hello， 大家好，我係茉莉，東歡喜今日來上節目，讓大家分享我的花藝。
的风格，还有花艺的想法。对，谢谢。分享分享茉莉哦。韓國後，就像你剛剛講到嘅，其實也疫情嘅期間，種種因素都影響。係唔係請茉莉同大家來分享，像你嘅朋友啊，可能有花商啊，或者你自己是身為花藝師啊，有受到影響嘅部分冇？哎呀，就是這次疫情一開始啊。就一開始前幾天，那個花農送到花市拍賣場的花，如果沒有花商拍賣這些花，就是花的價格會越來越低，越來越低，連低到花農自己的價格更低都沒有人買的時候，那些花全部通通都要丟掉，然後花農是不能帶回家的，就是比如說從那個彰化運上來的花，然後就開始喊價，他們可能會從最高價開始喊，一直喊，一直喊，一直跌到花農社店的價格都沒有人買的時候，這些花就是要清銷，就是全部都丟掉。哎，有沒有安打松啊？今天弄打松，好想要哦，那很可惜耶。總被逮着很奇怪哈。對，喜歡花的人看到安內會動傷心啊，所以那時候一開始我們在自己，因為都沒有工作嘛，也不會疫情，不會有人訂花，沒有任何的活動。我到昨天降級第一天有人拍婚紗照，然後今天第二天有人記者會，我才開始送花出去，就是這種開心的花才有人慶祝。不然這個疫情的時候不能拍婚紗，不能什麼記者會開幕什麼都不會啊，因為你開幕沒有人能去啊，所以這些活動都不能辦啊，所以就會沒有人訂花，所以真的就是會影響到這樣子的這個市場非常受到影響。對，其實你去買蟲啊，有嘗試，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去超市，有些角落其實係有賣花嘅。啊，不過我去買菜嘅時間，我看到嘅傳統嘅花，其實都已經枯萎了。哦，因為冇人買，對，就糟糟哎。然後那時候看到，真的覺得啊，好心痛哦。所以我可以理解講，像亞流花農啊、賣花給人啊，很多像茉莉你們這些花藝師受到影響，但是呢，腦筋愛痛到凍結。沒錯，我講到雖然疫情很容易，你講到花係歡喜嘅事情為主嘛，因為你感覺到看到花心情就會好。你同人疫情哦，大家知道係咪有種悶悶的感覺？所以呢，茉莉其實想到，推出一張新的送品吧，對，而且它叫做維他命 F， 我就很想問，這是防疫花材包，大家都叫它可能什麼 DIY 花材包之類的，但是茉莉老給安逸咧，都有 T 恤嘅名嘅，很多維他命 F， 是現在要轉行開始賣維他命嗎？沒啦，這是其實我們台灣真的是整整晚人家1年的時間才遇到這樣的疫情。其實去國外，日本、美國，他們其實是從去年3月、2月開始就受疫情的影響，所以其實維他命 F 這個概念是東京的一個花店的一個，也是一個算是他們的 naming。然後我只是就是取巧了，先用了它的維他命 F， 就是我在講說我的維他命 F的花材包，但我也有注解說我是借用日本的，就是花店他們推出的這個維他命 F。它的 F 是有象徵嘛 ？F 是 flower 係嗎？Yeah，flower。對，很國際化。D 呀，因為維他命只有到E啊，沒有 F 啊。這樣呢？所以 F 就是維他命 flower。咁你創意呢？談起來知道，食佢啲花心情是好，身體會健康。所以你嘅維他命 F 剛推出來，為差不多結局，你會推出一個新的、不同的意象嗎？我應該是從5月就是大概1個禮拜會推出一個主題1周更新一次。對，1周更新一次，因為其實鮮花差不多的壽命差不多就是1周，所以我就是1個禮拜推出。我後來就是有一個規律，就是頻率就1個禮拜推出一次。那中間真的有比較嚴峻，就是疫情比較嚴峻的時候，有隔稍微長一點點。那後來的規律，因為我的維他命 F 已經出到
就是这个礼拜是第11，这个礼拜是第11，然后奥运是第10，对，东京奥运的这个主题弄紧会捅都懂讲你的脑筋要转得很快，因为你每周都要一直推陈出新，要结合时事。基本上我星期4发掉之后，我的脑子就已经在想说，喊张立板走嘛，对，係咧，所以你講吼，你做 DIY 自家點樣卡做，要做啲安排嘅時間，不需聽通一下，聽一下，韓國打錯你先快反應，要按這樣浪漫嘅感覺，心情是會好。像你下，你會是要準備的呢，吼，你係等家下會幫大家來感受一下。像家下你講到要到禮拜1種，我記得講。有一隻當重要是你接受到疫苗的時間，美國送你疫苗的時間，係咪 TPA 又推出有關於美國國旗這樣意象的商品？我有1周是推，因為我那一個禮拜發花財包的時間是7月1號，然後我就看到說，我那個禮拜的其實是會遇到美國國旗7月4號。然後，而且又是一個很重要的7月1號，因為7月1號就是一整年的下半年的開始，然後又會遇到美國國慶，然後我就想說，然後那時候其實美國有就是贈予我們台灣250萬劑的莫德納的疫苗，所以我就覺得說，其實我們可以我可以做這個主題，然後就是其實花財包，我覺得很多花店都有。其實，那你要怎麼讓，就是你每一次的在插花的時候有一些不一樣的心情的時候，其實你就可以放一些 concept 進去，就放一些不一樣的主題進去，然後每次都不一樣的顏色，那每個禮拜就會有不一樣的感覺。然後那個禮拜，對，然後那個禮拜做美國國慶的時候，我就想說，我想要做美國國旗。因為我覺得美國的國旗就是顏色非常的鮮明，而且紅色、藍色、白色，對，然後而且它就是有條紋感，然後那我就會覺得說，我應該要如何運用花藝把這個整個意象的感覺把它做出來，那我就選了就是可能像國旗飄揚的那種線條的那個飛揚的感覺，因為我們兩個手都這樣，所以其實是可以感受到的耶，對不對？我們看着是可以感受到的。Rita 剛剛有看到相片，所以本大家好做得很多都會來了解，你咪來做樣嘅主題，你想來搞一下變化一下，做得運用本人嘅創意呢？你等下聊一下，介紹多種嘅風氣嚟同大家分享這樣嘅花藝哦。唔錯。好，我睇下有轉到呼起來咧，我係總一拳阿拳妹呀，冇唔錯，我們現在三朵花，1朵花2朵花啊，這裡是1盆花啦。周末嘅準備呀，講給法，其實呀還不是完成品哦，對不對 ？Rita 也係你才一半嘅法，對，它還沒有完全完成，這就是我剛剛講嘅這個茉莉的防疫花材包，我們的維他命 F， 基本嘅呢，你嘅防疫是茉莉的線上，好，同大家來分享，再次來歡迎茉莉 ，Hello， 茉莉，茉莉，哇，剛才你講到了花材嘅部分，我超當生氣，因為你還會有算做到一半的啦，你要做主題是大家最近非常關心嘅，東京嘅奧運嘛，哈，希望我哋奧運精神表現出來，做得請你同你介紹一下嗎？你有乜嘅花材啊，用扮演啊？好啊，我這一次做的是奧運的主題，然後我這次沒有做。其實奧運有一些象徵物，就是像五環啊，或者是火炬啊這樣子。所以，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次是很特別，是在東京，然後他們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取消，然後但是今年無論如何，就是有一種不管日子過得怎麼樣，我們都一定要舉行這樣的一個盛事的一個心情。那我就特別把日本的
就是就像美国国旗那样，我把日本的国旗也希望融入在这个花里面。然后另外就是把奥运的圣火，把那个圣火的概念把它象征出来，这样。所以里面的花材我用比较大量的白色，白色。日本的国旗，这个是绣球花，绣球花，白色的绣球花，它是一个很大量一个白色的色块，然后其他的配花我也大部分是用白色的花，像洋桔梗啊，然后发小白就是所谓的纽扣菊，然后还有一些球状的花，就是山防风，对，这个还没插回去，还没插。对，然后还有那个球状的小花是那个千日红，白色的千日红，然后这个很可爱，我就让这个对，就是配花的部分，我让它是白色的，然后中间我选了一朵比较特别的叫做针钿花，圆圆红红的，然后我希望它会是在这个白色的色块里面，然后就比较象征，就是有一点日本国旗的感觉，对，所以等一下 Rita 可以把它插在，应该是说，其实我觉得花艺是这样，就是插了就是自己心情好就好了。是有才我自家会用的那位哈，不过我还是会符合嗰種國旗風色的動案，所以我是用的啦動案。其實用你自家點不卡插花的時間，我想都會種詞彙，因為我自家非常好插花，我喜歡看到這樣的花用的我們喜歡的花器裡面，你會有一種心平動和的感覺。這個咧。係講加上有主題的意象，像有一招好像有一個關卡，本自己去挑戰，自己去做出來，按用你來欣賞。剛剛講到還有兩種的 Q 蟲誒，兩種係。這個花材叫做山防風，然後因為現在是夏天，我就會想說就是要給大家找一些比較適合夏天插的花，就是像這類的花，它很適合乾燥，就是你插再久，它都還是長這個樣子。它可以這樣，它可以等一下，等一下呢，這個，哎呀，所以我就會找一些比較耐久的花材，配上就是時令的花材。然後去搭配成這一次的概念，這樣，然後就可以把它插在後方，就是讓它有一些小球出來。來，我來天數。好，其實插花還來講 Q 幾個層次感，還講一標點來為有一種麼叫，用做對冇？做對冇？我看一下，可以嗎？這樣子，所以你是創作冇強用的。我拿下拳頭，我也不能看嘛。哎，你跳你可以用下歌，我想要讓它有一點可愛的感覺浮出來。可以啊，沒有問題。哎，啱先茉莉是變性上，給人家看一下。對，很嚴格，有冇？要解釋，目光都呆起來耶。哎，所以其實你哋喺插花嘅時間哦，花而處理啊，譬如講納花，剛好你看到了山風風，其實小可又刺。所以每種花佢嘅形式、佢嘅形態冇同樣，是不是？我們在做花藝的時候，僅僅一間那轉來插花嘅時間，還係當到細節做得教你。所以呢，我每次這個花材包，我通常會是禮拜四的時候會配送給大家，或是大家就是有訂購的朋友。會到店裡來取。那在這之前，我應該是星期天或星期一會發布說我這個禮拜的主題，然後星期四請大家來拿，然後我會整理好，就是裡面有什麼花材，我這次設計的概念是什麼。其實設計的概念應該就是在發布的時候就會說了，但是我也會跟大家說。可能是這些花，但是我當天星期四一大早去花市的時候會看到什麼花，我不知道，就是我們會選什麼花，不知道，因為其實有時候花不一定會有，那你就是要尋找替代的方案。那所以拿到了之後呢，我就會寫 tips，就是用把插花為插到。
就是可能跟我的范本 reference 很像，不是对。然后我会跟大家说有什么花材，然后每个花材需要注意的地方，它叫什么名字，然后要怎么养。然后比如说刚刚的山防风有刺，然后可能什么样的花材你要怎么养，它会开得更久，会更好看。然后再来就是教大家怎么插，就是插花的顺序，比如说你可以先插什么，再插什么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像我这种美感白痴、美学比较不擅长跟眼控呢，就是照着这个 tips 也可以慢慢的细嘎了一铺一铺，自己去动手做，试着去享受。因为我刚看 Rita 就这样很慢慢的，然后这样子很优雅的这样子插，我就觉得好羡慕，因为我就是这个人比较粗鲁，你知道吗？你做给甜点懂后生，所以应该跟他谈茉莉安英分享的是这样的求讲，你也是很难有一种线上的花艺课。而且你走在用一张其实我觉得是蛮实惠的价格，是走在麦斗里都发出来，韩国系专业的发艺师同你读线的，你自己有走在那里走，其实这个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线上课程了耶。对啊，是不是？其实 Angel 的老七嘎自己做的作品，是不是也可以拍照传给茉莉检视一下？有啊，有一些朋友他会可能比较少插花，或者是他想要让他的花作品更好看的时候，他就会插完花之后，他会拍照给我看，说看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部分，然后我就会很好，我就会说哦，你插的比我还好哎，好棒的赞许哦，插的比范本还好。然后就是如果需要我觉得可以调整的地方，我就会建议他，但是我会建议他说，你可以。隔天换水的时候，你再做调整就好了。对，因为其实花是需要每天换水，你每天换水的时候，你在插的位置也会不一样，心情也会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找个调整一下。除了呀，这个东京奥运这个主题很吸引人之外，其实茉莉还有另外一个系列主题，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名画系列。对，非常让我惊叹的，这个主题，我真的觉得太厉害了。茉莉一块是你有没有想到讲做按用的主题呀？我每定用半音没想到哦，但是很特别，尤其是像我之前看到，我们这边有摆那个画，就像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一幅画应该是大家都有看过的画。有，还有那个孟克的呐喊啊，你走在去这边介绍一下。好啊，先从这个典雅的荷兰黄金时代给带人进驻你班那俩上来从台家介绍好吗？对。我先讲一下我的这个名画系列，其实是从去年4、5月开始做，然后我当时一开始做，我不知道就是大家的反应很好，然后但是我就期许我自己一定要做1整年，就是至少要做完世界名画52幅，就是我自己期许我自己一定要做到这些，因为。只有这样一直做，才会有一个就是系列感。然后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是其中一幅。那我们每次在做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想说，比如看到一幅画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哦，这可以用什么样的花材？那我也会研究说这个画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去看一下艺术的，就是艺评，他特别为这个画写了什么样的评论。然后像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她其实她最吸引的就是你一看到这个画，你一定会呆住，就是怎么会有这么就是时间刹那凝结在那一点点的这样的一幅画，很迷人。这幅画重点就是耳环。然后以及那个少女的眼神，还有少女的就想要亲下去的嘴唇，对。然后花的部分就是我一定是用颜色去把这整幅画的就是颜色去烘托出来。所以在做这个画的时候，我就是头巾就是用蓝色的绣球花，就是它那个蓝色的头巾，然后它那个发束就是不管是发束还是发带，就是黄色的，我是用藜麦，就是柔丽丝。藜麦不是吃的，是翻给那个藜麦吗？对，但是特别就是很美哦。
对，就像你们现在的花材包里面有一个花材叫川七，它也是中药，就是粉色的虎杖，粉色的，就是毛毛的粉色的那个，这是川七啊，药材，对，它就是中药材，好酷哦。所以其实，对，所以其实花就是怎么说，植物嘛，你可以是花材，你也可以是食材。对，然后所以藜麦我就把它，因为它是一个很长，它是一个垂坠的，我刚好这边也有一个藜麦，就很像高马尾这样垂下来，对，像马尾这样垂下来，所以我用那个去做。然后脸的部分，因为少女的脸庞都是粉嫩的，所以我用就是比较大量的粉色的玫瑰花去堆叠它整个脸。那眼神是肯定做不出来的，但是珍珠我就用一颗很圆很大的乒乓球，然后嘴唇我们就是用那个果实红色的那个，那时候是冬天有冬青，就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就做出这个花。可以了吼，我真紧全部卡上来卖了，自己来挑战了哈，上来太难生意向下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创意耶。哦，吃到糖都唔讲嘢吼，而且大家等下下吼聊一下，你有啥技术道专来谈一啲嘅放意式茉莉同大家分享，有当到嘅技巧啦技巧哦。轉到歡喜來咧，我係 Rita 阿天，我係阿權妹。啊，今日非常歡喜吼，有倆正嘅花很有花香哦。你倆第三堂一開初上嚟撈大家咧分享理下，你嘅風熱係有到，而且大家多多注意，多多配合嘅。是係見咧，你室內做得50人，室外做得100人，注意係強用愛帶在 M 哦，你係一天。大家一定要做到當重要嘅嗬，韓國係講佢哋腦部賣倉啊，地度嗬，你下女用器有嘅地方嗬，要開放有嘅地方冇嗬，韓國歡迎你下做得開放咧，韓國係講你下宗教信仰嘅法同咧，你下冇開放咧太顯物嘅尿件啊，你啲鋪圖啊係冇開放嘅哦，咁個係講你公字類型、鋪圖類型是做得開放。50年以下呢，做得來厲害咧，所以漸漸嘅一年前都係行業啊，漸漸開放，大家咪做得開始有正常嘅生活，個其他方亦肯係愛撈去做好喎。好啦，同大家分享睇啲風嘢嚇，其實你肯這樣嘅話，其實你心情好嗎？嘿，其實吼，我剛才有講到呀，名畫系列，這名畫系列有一類，我最近是非常覺得驚訝，就是茉莉有沒有想誒到做在老暗用嘅法這樣子的風格，然後把它來做成花藝的作品，因為就像你剛剛講的那個《吶喊》這一部，這一部作品，其實它是看起來很詭異的，它的顏色是很重的。因為動好了就所謂的表現主義是係講要很有自己的風格，要動貼片，美佛還是有一點你說詭譎的風格，而且他那個精神狀態已經是不是很正常的精神狀態，就是我自己覺得它是很黑暗的，但是你看，熊熊給髮就是很漂亮，粉色、粉色，按用很浪漫的感覺，唔過佢做得用髮來做出這麼詭譎的氣氛。古時候我當上會再講來摸一下茉莉呀，茉莉，係用辦來做到嘅呀。對於這個畫其實蠻有感覺的，因為其實當你看到一個畫的時候，你如果想要用花材表現，你都會想講，馬改發動適合這個地方，因為其實你在看畫的時候，每個畫都有一個重點嘛。那像這個吶喊，它的重點就是那個。當然，就是整個顏色的配色是一個重點，然後當然最重要就是前面那個吶喊的那個骷髏頭。那我們在做這個畫的時候，這個骷髏頭一定要做出來。那除了
除了这个作品之外，这个作品我们做完之后，就是别的客人看到了，就觉得说，哇，这个很适合做，除了做这个作品，除了只是作品之外，还更适合做送给有一些场合，比如说有一些。对啊，比如说，这个画连续有几个客人跟我订，比如说他要送到广告展，就是广告的毕业展，就有客人订说，哎，因为他们觉得呐喊很适合，就是这么特别的东西，这么特别的展览很适合用送这样的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怪物画展，也是有一个客人就说。这个画，然后我就是用白色的那个非洲菊，那个花叫蓬蓬非洲菊，然后就把这个冻成像木柱，板桥那个木竹老锥的那个骷髅的形状，就用非洲菊表现出来了。其实还蛮有力量的。对，然后旁边就是用就是画中的那些色系的花材去烘托橘色、蓝色的花，因为蓝色的花真的比较少见，也比较多是进口的花材，所以就是把这个气氛烘托出来。哇，你可以按这么华丽颜色，按法拉比布这种五彩缤纷的这样子的花艺，出体也因为这个就伫台湾嘅热天其实冻热，按用嘅鲜花在我们的室温之下，其实冇办法耐冻久。古时候亚一部嘅这个茉莉也推出了这个薰衣草系列，因为也是清冻龟嘅、清冻死最当季的，对不对，茉莉？对，因为现在是7、8月，就基本上薰衣草就是开这1、2个月而已。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现在这个也算是，现在虽然说降2级，但先前还没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说，7月应该就是所谓的就应该，我就想说这个花应该怎么来做呢？然后我就推出这个薰衣草系列，因为你一个是薰衣草，它有一些疗效嘛，它有安神定神，所以其实也是帮助大家在家里比较放松。然后再来就是它是干燥花，很耐放，然后你可以就是你爱放哪就放哪，而且它有一个很好的香气，就是香味很好。你有没有安度吼？我昨天晚上睡前点的就是薰衣草精油。你今天穿的是薰衣草色，有没有安度吼？所以你要利用发出其实真紧做在增加散发动都会落去。对，而且亚一部嘅真影黑没办法出轨了，我们不能去北海道看薰衣草，也不能去普罗旺斯，可以去法国，我们去南法，我只好看着这可爱的微笑小花园，昆定亚东定影响给薰衣草 DIY， 只是走在安容易。其实从亚美走在同茉莉亚的有推出这样子的，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自己回家做的商品，然后你就可以第一步卡有动向给米西，对不对？对啊，所以其实你自己来走球，你看到像这种小小的花束，它是自己买这种干燥花回来，都冻点蛋就可以上手了。女儿来了，因为我有看到，是不是小福也会做这个？对不对？小朋友亲子也可以一起来做。我们也有一个好可爱哦！等一下，对，哎呀，你是推荐本台个，像你看到还有花环呐，对，然后也还讲小小的这个摆饰啊，自家都走在通修来走。我们从古时候我想动到天使机条前的观众朋友，就董想会提讲，如果说今天我想要自己试试看。花市来买花的话，其实我觉得很难，因为你第一批都那个花市哦，这个真的是眼花缭乱。你总也是咚咚咚咚，全部爱，我全部都想要，因为你知道那个玫瑰，像黑玫瑰反底就有几多种，有粉色的、粉色的、紫色的，太多种了。可是也不能那么贪心因为你拿回家也全家都摆满了，每一个角落都摆满，又没走，你一束就是20朵。我整个还是要有诀窍，对，所以茉莉，嘿，勇敢散哦。如果大家去花市，我觉得这一般人真的去花市买花会不知怎么买，一定的。然后如果真的是想要尝试去花市买花，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经验。然后要买的，我现在正在录影，我们要录影。你是我的小老师，对不对？所以你要漂亮的在镜头前面。太神了，很可爱。我们到花市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说，我们今天要买什么颜色的花？比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黄色的花，那我们就可以先选一个黄色，我们一定会有一个花，就是想说它是主角，所以主花黄色的花，那你就去看，黄色有什么样的比较花型比较大的花，然后这是你的主花，然后你就其实去花市买3种花应该就够了，就是你就可以3种时候嘞，对，这么多，花大花型花朵比较大的花，然后再来一种是配花，那配花你可以选比主花小的花，或者是有一点线条的花，它就是配花，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买果实或是叶子的花材3种。有哦，按用感觉好多哎哦，你要更重要哈。对，不然真也没有。花的颜色你们可以选是，比如说你的主花是黄色的时候，你的配花你就可以选，比如说你想要同色系，你就可以选黄色的小花，然后你想要有柔和感，你可以选白色的小花。那如果你很想要那种就是泛古那种很强烈的颜色，你就可以选蓝色的小花，就是对比色。对不对？哇，好高！西蒙茉莉，我觉得今天收获很多。没错，我真的非常感谢茉莉给我们搞太家案头，有分享的案头自己创作花艺的想法，还有自家的看验。嗰时候给我们谢谢茉莉同大家分享，什么？谢谢茉莉，茉莉。好，鼓手吼，今日真係好多動作，我相信 Rita 同阿權妹都強用。哪個樹吼，我的手好癢，動什麼這個很賣法。那你記得插給我，我生日快到了。冇問題，冇問題。不過啊，還有遊戲的嘛？對，最好可以搭配吃的一起，畢竟我是吃貨嘛。哦，鼓手吼，今日節目同大家分享動作，希望大家會中意哦。今日節目就到呢，等下吼休息以後還有呀。法律4單元咯，希望大家長累了，拜拜。喜歡福喜來嚟節目嘅朋友，記得愛來你傾贊聽客家電視台嘅片頭，韓國愛分享出去哦，希望大家。